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，我小杰。前几阵嘛，迄个珍珠美人鱼是台南的民俗考试内底办展览。对。展览吼，内底就有做周边啊，大人就带囡仔去就甲钱摕出来，十几当前的珍珠美人鱼到底有啥物材料会当成这么侪人？我甲你讲，你这都唔捌啦。这个展览吼，伊其实早就伫咧台北甲台中办过哦。迄时阵我嘛是吼有去现场独唱安尼。哎呦是哦。对。你唱咧？唱哪个伫读完搁写出来，为着后一摆要继续读安尼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啊，虽然讲即摆囡仔吼有足侪网架通我看的，啊，毋过我对咱较早看迄款珍珠美人鱼即个网架吼，我嘛是搁足怀念的。像我迄个时阵拄好无接触到珍珠美人鱼，因为迄个时阵珍珠美人鱼推出的时阵哦，我爱迄种笑露网架迄款心情哦，一定无啊。毋过吼，迄个时阵吼，我搁会记哦，珍珠美人鱼伊是毋是有啥物7个美人鱼，啊有7个海妖，7个小你介绍一下。我先讲迄个时阵的主角，伊叫做露琪亚，啊，伊是粉色的美人鱼，啊，伊佫有2位朋友，一个叫做哈娜，是水色的美人鱼，啊，另外一个叫做丽娜，是青色的美人鱼，啊，毋过人气上悬的。是咱为迄个印度洋遐来的美人鱼叫做莎拉，啊，伊有一个感觉型长长的头鬃，所以迄时阵吼，伫咱的查某囡仔的团体之间吼，伊就足像大家拢想要做这只美人鱼。啊，像你有7只，啊，总之10个人要搬，啊，有一定要有3个人做歹人嘛，安尼你袂小冤哦。我是较无印象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我阁会记哩吼，我虽然迄个时阵我足想要做露琪亚，啊，毋过我大汉啊，倒来看这个露琪亚吼，我敢若感觉这个查某囡仔吼有够戆的啦，伊逐工吼。就是对迄个开导啦，逐工就是对伊一下痴迷啦。我即马吼，当去看珍珠美人鱼，啊，我看到迄露琪啊吼，做一寡足戆的代志，也是去用陷害时阵吼，我感觉心足压杂的，想讲哦，那只戆啦，是，这若我就一定袂安尼做安尼。毋过怀念还怀念啦，你敢阁会记英国有啥物笑露的网架捌安尼流行过？甲你讲一个介绍一档会秀的笑露网架，伊叫做公鸡美笑露。这个系列吼，伊出一个新的哦，亲像啥物美味 Party 啊，公鸡美笑露，啊，搁吼春从天顶。公鸡美笑露，你也要看这个动画吼，伊敢有穿？你看伊的周边吼，敢会让卖足济。比如讲吼，伫日本业界，你的周边你会当卖超过51二票。啊，你是足穿的一个网架。啊，这个公鸡美笑露吼，伊的周边伫日本吼，一定卖100个日票。啊，大拢伫个摕一个魔杖伫遐。你讲魔杖嘛？我甲你讲，公鸡美笑露就是这点甲人无共。像咱拄则讲的珍珠美人鱼，伊若是要拍退迄特灵吼，伊是会用手刮的。啊，毋过咱公鸡美笑露啊，因为伊的导演可能是因为较早有导演过迄款七龙珠，所以伫个公鸡美笑露内底哈，伊就做拳头舞小拍的场面哦。对啦，像讲迄种查某囡仔一定爱安尼娇滴滴用魔法拍滴滴，你无一定爱安尼，安尼互敌人拍死。嗰个魔法我特别介绍一出足古锥叫做魔法咪路咪路，伊的背景是咧讲吼，有一个精灵的世界，啊，咱的主角是这个精灵世界王子叫做咪路，啊，伊住伫咧一个用藤仔做的城堡内底哦。啊，毋过上好笑的是吼，这个咪路吼有一件足烦恼的代志，伊有一个未婚妻叫做李鲁姆，这个李鲁姆吼伊就足介意咱的咪路的，啊，毋过这个李鲁姆伊足含慢的，伊大概吼伊的魔法拢会失败，啊，大概变出来物件吼。拢是一个无啥袂当好高的点心，啊，咱的米露吼为着要闪避这个利鲁姆吼，伊就逃去咱人类的世界。啊，毋过这个利鲁姆伊就不爱放弃，伊就对米露溜去咱人类的世界。对来吼，除了这个未婚妻以外，佫有这个米露的小弟叫做姆鲁莫，甲伊的死对头叫做亚基吉。因这个精灵吼来到人类的世界啊，就一人跟一个主人，啊，伫人类的世界发生一寡足好笑的代志。啊，咱讲到这吼，咱要来探讨一件代志哦。有当时啊吼，你咧看迄动画的时阵哦，大人吼就讲你，啊你今仔这个岁数啊，大人大种啊，你看囡仔咧看卡通，有个人听这句吼，伊就足生气的。对，袂使。到底什么是卡通，什么是动画？我感觉这吼还是有分啦。亲像咱讲到卡通，常常都会想到应该拢是欧洲啊，还是美国在做的啊。而且因这卡通的剧情吼拢较独立。啊，不过咱若讲到动画啊，咱会想到日本啊，还是东洋去制作的。而且吼，伊的每一集拢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故事伫咧内底，对无？而且这动画常常拢会出一寡周边啊，袂甲下桥啊，趁
我还钱对吧？其实吼，我有当时啊人甲我看的动画讲为卡通，我嘛会生气。虽然讲因有淡薄仔共款的概念，伊看的拢做成红啊，但毋过吼，你也当做是对有做咧卖即种动画的种人吼，讲出即款话吼，有的人会生气哦。所以你吼咧讲即款代志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分得清楚，卡通、动画无共的物件，无共款哦。下回这时间继续看，大意今天等，拜拜。